大人，何事惊慌？刚才宫里传来消息，祝小姐服毒自尽了。什么？哼！我养你何用？到手的花魁都能飞了，不争气的东西！从今天起，你在家里给我闭门思过，哪儿也别想去。爹，嫣然没能拿到花魁，回去之后他爹肯定又不会放过他，你叫我怎么能坐得住啊？哟，这嫣然叫的，可真够亲切的呀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。哎，你别走，你不会就这么单枪匹马勇闯相国府吧？那相国府是菜市场吗？你说进就进，说出就出吗？我也来了。何事如此慌张？还不是因为尹浩那事儿吗？上次你不是说有解决之道吗？罢了，本王倒有一计可以一试。什么办法？只有让父皇母后相信他二人两情相悦，才能让父皇下旨赐婚。对啊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你又有什么歪点子？我嘛，只是想去找一个人帮忙。谁啊？当然是我们最可爱的小四啦。母后，儿臣听说嫣然表姐被舅父禁足于府中。是啊，我也正为此事为难呢。你舅父希望她嫁给你二哥，他不同意。可儿臣听说嫣然和尹浩已经是情投意合，两厢情愿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千真万确，儿臣不敢隐瞒母后。母后何不做个顺水人情，劝父皇赐婚于二人，也算是成就了一桩好姻缘。那怎么能行？我已答应你舅父，求皇上将嫣然许配给你二哥。母后，儿臣认为此事万万不可。为何？您想啊，嫣然身为相国之女，再嫁皇子，必将引起朝廷上下震动。母亲可知自古以来那些外戚专权的下场吗？就算母后和舅父没有存在那样的心思，可万一父皇怀疑起来，母后又如何说得清楚？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可我已经答应你舅父了，现在反悔，他恐怕也不会同意吧？不如母后先把嫣然表姐召进宫来，我自有解决的办法。好。大人，何事惊慌？刚才宫里传来消息，祝小姐服毒自尽了。什么？皇后娘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早上我与嫣然提起要将她嫁给臣儿，没有想到她竟然服毒自尽。此刻御医正在诊断，也不知道这条命还能不能保住。嫣然，醒醒！嫣然，你快点放手！找到解毒之法了吗？启禀皇上，此毒貌似来自西域，臣一时半晌还找不到解毒之法。父皇，儿臣曾经游历西域多次，见过西域的巫蛊之毒，不如让儿臣一试，给嫣然诊脉。父皇，以儿臣推断，此毒乃是西域的五虫之毒，毒性虽不猛烈，但难以根治。恰巧儿臣在古书上看到过解毒之法，药已煎好，只是此药毒性不弱，必须有人试过，观察无恙之后，才能给病人服用。我来试药。慢，尹老将军就你一个独子，你要出什么事，那让朕情何以堪呐！启禀皇上，尹浩已对嫣然心有所属，若是嫣然死去，尹浩也不会独活。这药无需别人来试，必须我来。大哥，你疯了！我这是怎么了？醒了就好。尹浩，你立了大功一件，朕一定要嘉奖于你啊！启禀父皇，尹浩替嫣然试药，赤子之心感天动地。既然两人两情相悦，还请父皇赐婚，不如就让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这皇上万万不可呀！尹浩不求皇上赏赐，只求皇上能让我与嫣然成婚。嫣然啊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好，那朕就叫嫣然赐婚于你。谢谢妹妹，谢谢大家。居然没有想到嫣然会服毒，差点闹出人命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呢先是让嫣然服了归西丸，然后让她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中毒，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呢，都是为了逼你出来而唱的一出戏啊。这试药一事啊，乃是嫣然的主意，也是为了测试你的真心。如今这段婚姻，正是因为你的勇敢无畏感动了她。